相信你的话语大有权柄，我已预备全人全心，直到尽头燃烧生命。我凭眼见全然相信你的话语大有权柄，我已预备全人全心，直到尽头燃烧生命。神灵我降临，神灵我降临，你就在这里。此时此刻，祷告之火被燃起。神灵我降临，神灵我降临，你就在这里。此时此刻，祷告之火被燃起。神灵我降临，神灵我降临，你就在这里。此时此刻，我心生火已燃起。即使荒野道路，无力淹没我的心，我要向你屈膝，更多寻求你的心意，求牵引我贴近你，无论高处低处。
释放我们，求你再次降临，点燃我的心。慈悲怜悯，全能永在的阿爸父，凭着你的圣灵，我们能聚集在主你的殿中。我们是何等的有幸，能成为主你的儿女。你拣选我们，引导我们生命的道路。主，你知道我们所欠缺，知道我们所求所想，你就降临在这圣殿，围绕在我们之中。我们高举我们的双手，大声的来呼喊：我们渴慕你，我们寻求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主你是永活的君王，主你是再来的君王，主你是得胜君王。我们将我们的敬拜完全交托在主你的手中，求你开我们的耳，聆听你的话语，求你开我们的口，大声的来赞美。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圣名所求，阿门。高举主的圣名。能力，我们高举耶稣的名，我们高举，我们高举你的名，我们高举荣耀的君王，尊贵荣耀颂赞能力。君王，你
告起主耶稣你的圣名，